最近有总统参选人讲要重启两岸服务贸易协定，顶礼拜有美容美发业者站出来反对。今仔有10外个中医师佮药商嘛去立法院登情，伊是表示讲重启服务会对医药界造成冲击，呼吁唔通互中国资金进入咱台湾的医疗体系。服贸通过。 总统参选人郭文定甲侯友宜提出重启服务的议题，引发关注。拜二早起，阁有10外位中医师甲中西药材的厂商站出来反对服务，因烦恼服务若通过，照过去的协议内容，中国的资金会当投入台湾的医疗院所，若真正发生，会降低台湾的医疗品质。中医师养成之后，优质的中医师人才可能会被吸到对岸去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中医的那个服务量呢会大量降低，一个优质已经建立很稳定的医疗系统，将会被破坏殆尽。中医师甲药商伫立法院外交陈情书，出席这场活动的民进党立委表示，中国掌握大量中西药的生产优势，服务若通过，除了会打压国内药厂的研发，就连医药市场也可能受到冲击。如果你开放服贸，让它能够进入到台湾，变成批发市场。 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化整为零？挟着它的资金的优势，挟着它控制这个药品源头的一个优势，在我们这边扩张渗透到零售业。因为现场敢若民进党团派立委来接陈情书，国民党甲民众党拢无人出席。中医师工会呼吁提出重启服务议题的国民党甲民众党爱出来面对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